10號颶風信號仍然生效，天文台預計會喺下晝維持。強颱風山竹而家極為接近，即將喺本港以南100公里掠過。天文台預料本港吹襲暴風至颶風程度東至東南風，今晚風勢稍為減弱，密雲有頻密狂風大雨同雷暴，有風暴潮，海有極巨浪同埋湧浪。1點鐘氣溫係26度，相對濕度95%。10號颶風信號、紅色暴雨警告生效。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紫外線指數係0.5，強度屬於低。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汽油。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贊助播映。喺稍後請收睇道地星期日影院《花好月圓》。